踏入大齋期嘅第36日，讓我哋慢慢安靜喺神嘅面前咯。聖經教我哋要常常謝恩。最近一次感謝耶穌係幾時啊？今日我哋都試下回想一下，到底喺我哋信主嘅歷程裏面，耶穌喺我哋生命當中曾經賜下幾多嘅恩典？我哋有冇多謝佢嘅呢？諗到一件又再多謝一次咁啊！俾少少時間，我哋每一個去到感謝耶穌。我哋再開始今日嘅靈修。請聽我讀出今日靈修嘅經文，記載喺約翰福音19章31至到42節。因為這日是預備日，又因為那安息日是個大日子，猶太人就來求比拉多，叫人打斷他們的腿，把他們搬走，免得屍首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於是士兵來，把第一個人的腿和與耶穌同釘的另一個人的腿都打斷了。當他們來到耶穌那裏，見他已經死了，就沒有打斷他的腿。然而有一個士兵拿槍擲他的肋旁，立刻有血和水流出來。看見這事的人作了見證，他的見證是真的，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的，好讓你們也信。這些事發生，為要應驗經上的話，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。另有經文也說，他們要仰望自己所擲的人。這些事以後，亞利馬太的約瑟來求比拉多，要把耶穌的身體領去。他是耶穌的門徒，只因怕猶太人，就暗地裏作門徒。比拉多准許了，他就把耶穌的身體領走。尼哥德慕也來了，就是先前夜裏去見耶穌的那位。他帶着約100斤的沒藥和沉香，他們照猶太人喪葬的規矩，用細麻布加上香料，把耶穌的身體裹好了。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園子，園子裏有一座新墓穴，是從來沒有葬過人的，因為那天是猶太人的預備日。而那墳墓又在附近，他們就把耶穌安放在那裏。讓我哋細心慢慢睇清楚呢一段嘅經文。經文係緊貼上文嘅，上文提及到耶穌被帶到各各他釘十字架。最後，耶穌嘗過啲醋之後講成了，就低下頭斷氣啦。今日嘅經文就係接住呢一個部分，因為呢一日係預備日，亦都因為呢一個安息日係一個大日子，
係逾越節啊嘛。猶太人就好緊張嚟到求比拉多，叫人去打斷嗰啲囚犯嘅腳，快啲將佢搬走，免得屍首喺安息日仍然留喺十字架上面。於是士兵就嚟，將喺耶穌隔離嘅嗰2個囚犯嘅腳都打斷咗。但係嚟到耶穌嘅面前呢，見到佢已經死咗啦，咁就冇打斷佢嘅腳，但係就有一個士兵攞住槍插落佢嘅肋旁嗰度，立刻就有血同埋水流出嚟啦。相信呢一個士兵係想睇下耶穌係咪真係死咗嘅，而血同水都流出嚟呢，就係象徵住佢真係死咗啦。睇見呢件事嘅人作見證，佢嘅見證係真嘅，佢知道自己所講嘅係真嘅，好讓你哋亦都信。相信喺現場能夠睇到呢件事情嘅，就係約翰福音裏面嘅作者使徒約翰啦。約翰將呢啲嘅事情記載落嚟作見證，佢係親眼目見呢啲事情嘅發生，如何應驗經上嘅話，佢嘅骨頭一根不可折斷，佢哋亦都要仰望自己所擇嘅人。呢啲事之後呢，亞利馬太嘅約瑟就嚟求比拉多要耶穌嘅身體。佢係耶穌嘅門徒，只係因為怕猶太人，就暗地裏作門徒。最後比拉多准許佢就將耶穌嘅身體帶走。其實約瑟並唔係一個泛泛之輩嚟嘅，佢唔單止係一個有錢佬，佢更加係猶太人議會裏面嘅一個議員。即係話有錢，亦都有人物、有權力嘅。雖然係屬於議會裏面嘅一員，但係佢哋都唔夠膽得罪猶太人，唔夠膽得罪嗰啲領袖啊，因為係會俾佢哋排斥，甚至趕出議會嘅。經文描述到尼哥底母都嚟咗，就係先前夜訪耶穌嘅嗰一位。佢帶住100斤嘅沒藥同埋沉香，佢哋係照住猶太人嘅喪葬嘅規矩，用細麻布加上香料咧，將耶穌嘅身體裹好。我哋發現呢一段嘅記載咧，2個都係猶太人嘅領袖嘅團伙裏邊嘅人嚟嘅。尼哥底母咧係法利賽人啦，係一個猶太人嘅夫子，係一個老師嚟嘅。佢帶嚟嘅大概100斤嘅沒藥同埋沉香係幾重啦？係大概我哋而家現代人嘅75磅左右啦。其實係一個好大量嘅數目嚟嘅。喺當其時嘅文化，係點樣嘅情況先會用咁大量嘅香料嚟到做安葬呢？就係咧，除非係君王，可以咁講，尼哥底母咧為咗耶穌嘅安葬嘅工作咧，佢係使咗好大筆錢啊，去到買沉香同埋沒藥嘅，而佢係親手去打點，幫手咧去處理耶穌嘅身體，幫佢洗乾淨啦，同埋咧係用香料細麻布幫佢包裹嘅嗰一個嚟嘅。咁呢度經文亦都記載咧，喺耶穌釘十字架嘅附近有一個園子，有個新嘅墓穴啦。嗰個墓穴咧係冇人安葬過嘅。咁因為猶太人嘅預備日咧，佢唔可以帶耶穌嘅身體去得太遠，所以咧就喺附近揾咗一個嘅新嘅墓穴嚟到安放耶穌喺裏面。
今日呢段嘅經文喺你嘅心裏邊又有啲咩嘢嘅回響啊？我哋見到咧，耶穌雖然已經斷咗氣，但係耶穌喺地上嘅所有都掌權於父神嘅手中。喺神嘅命定裏邊，一件一件嘅事情嚟到應驗，就算耶穌已經斷氣，我哋見到喺呢一段落嘅裏面，有兩個猶太人嘅領袖嘅團夥喺當中，兩個都係暗地裏跟從咗耶穌。喺耶穌死咗之後，佢發揮咗一個好重要嘅作用。我哋見到天父爸爸，佢為佢嘅兒子耶穌基督所預備嘅係最好嘅。或者我哋會覺得約瑟同埋尼哥德慕，佢都唔夠膽公開去承認自己係跟隨耶穌，好似佢哋嘅信心好軟弱。但係佢哋對耶穌嘅愛係不計成本嘅。當其時佢哋根本唔明白復活嘅事情，對住耶穌嘅身體，佢哋係好愛耶穌，佢哋想將最好嘅俾耶穌。今日我哋喺佢哋呢兩個門徒嘅身上，又會唔會學到一啲嘢呢？藉住耶穌嘅離世，我哋又見到一個點樣嘅天父呢？讓我哋一同嘅禱告。天父，感謝你。天父啊，你話俾我哋每一個信徒知道，你係掌權喺一切嘅事情當中，你係掌管歷史嘅嗰一位。天父啊，你係為每一個愛你嘅孩子預備最好嘅嗰一位。主啊，求你亦都將約瑟同埋尼哥德慕嘅呢一份愛賜俾我哋，叫我哋愛你愛到不計成本，叫我哋愛你愛到呢可以願意喺最重要嘅事情嘅上邊企出嚟幫助，企出嚟去完成要做嘅事情。求主你去賜福帶領我哋，聽我哋喺你面前嘅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